家可康志远铁骑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大西哥加油！哇！看这个手轻松。雪花方面。加油！今晚没睡好。觉得不错啊，还行吧，正常发挥。游真不错。我去打个电话啊。行。可以。加油！这今天游的不错啊。哎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快！马上到了，加油！好。下一个裴润之。加油，没问题的。加油，裴润之！加油，润之！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裴，坚持住！加油！裴润之，加油！加油！裴润之，加油！加油，小裴！加油！小裴，加油！裴，坚持住！哎，师兄，加油！加到了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小裴，你没事吧？是。你确定没事吗？要不然咱们去医务室看一下。是啊。不用，我还要去测试了。得了吧你就啊。咱们回去吧，啊。走吧。没事的。我才刚走那么一会儿，你就溺水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电影啊，我看了预告，上面呢里面的建筑全部都是带有特殊的折中主义风格。咱俩看完电影呢，你再陪我去逛个街。可以，都依你。喂，班长，小裴在泳池溺水了。什么？什么情况啊？
算。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我们走吧。小飞，小飞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溺水呢？怎么搞的？班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跟孙燕去看电影了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关心这个？你要不要接啊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什么没事啊？你刚才差点把我吓死了。小培，你都练了这么久了，你就算考试没有过，你也不至于溺水吧？你今天怎么搞的？我就是太想过了，然后就有点紧张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把水擦擦，没事。那个苏炳辉跑得太快了，我没追上他。金金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太着急了。没事儿，我分得清楚是轻重缓急。那个培培，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我没事儿。你们快去看电影吧，有他们陪着我呢。是我们都在呢，放心吧啊！你快去吧，带上。金金，那我们俩现在不看了，来不及了。培培，你不舒服，我送你回寝室吧。对，只能这样了。也行，你们三个送他回去吧，好好休息啊。好，走吧。送一好休息。好好好。清楚，无法想象那一幕。纵然你说你有万千美妙的理由，如果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周六见，拜拜。喂，拜拜。或许生存一丝尊严可以去守候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曾经爱的故事全部都清除掉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仿佛一切已不重要。可是无助的泪水似冰冷的雨水，像是在告诉我。苏炳辉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我说，刚才打篮球的时候，我说我喜欢你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你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？咱们一会儿吃什么呀？约我去1食堂吃饭吧。我们去2食堂吧，2食堂新开了一个麻辣香锅的窗口。哎，可以。没人知。 2食堂有点太远了吧？你认识吗？认识。那我们就先走吧。
等你啊。嗯，拜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很抱歉，裴小姐，冒昧的找您出来。没事的。那我就有话直说了，也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。我和 Jason， 也就是您认识的池若飞，我和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最近我了解到，因为您的缘故 ，Jason 十分苦恼。这份苦恼还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。我并没有埋怨您的意思，您在这件事情中也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我不希望看到 Jason 再继续受这件事情的影响，这对他本人以及工作来说都不太好。是他让您来找我的吗？那倒不是，纯粹是我自作主张。不过说句冒犯的话 ，Jason 跟您不是一类人。